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舞集沙桑 dance 永安，也是今仔日的主办人。今仔日真欢喜，伫乐场共学空间甲大家见面。阮嘛邀请国琴歌手张雅纯来现场，甲阮小解伊的国琴创作之路。今仔日的活动，毋但是现场的活动，嘛有 FB 微创页线顶直播。今仔日阮邀请张雅纯，伊是一个国宝级艺术家，杨秀卿先生的艺生。伊有足丰富的演出经验，伫台湾无共款的所在，世界弹国琴，唱台湾歌。等一下，恁嘛会使听到雅纯小姐弹奏的乐琴声甲歌声。好，请大家会记得甲阮斗支持，赞助静舞集沙桑 dance 2023年7月中的演出。倒数的设置，骹步的旋律，这个演出是结合充满台湾味的当代舞，甲乐琴民谣。好，即马咱就来邀请张雅纯小姐来甲阮小解伊的乐琴创作之路。真爱唱歌安尼吼，因为我爸爸妈妈年大吼，因拢就爱听歌演歌，也是歌安尼吼。我就自细汉嘛是较介意即个歌谣吼，家己嘛就介讲说歌谣是制作安尼吼，像细汉大家吼同学介的话，个华语足奇怪吼，唱尔吼，所以我就安尼大吼大汉想讲想要学一寡创作啊艺术的物件，所以我就读即个电影。吼后来我会去来学乐器吼，是其实拄毕业吼，拄出来做工课时，我想讲有钱吼，来来一寡才艺看卖吼，我就去看网络啥物人咧学啥行吼，我就看到家己咧自学吼，咧学Okinawa的三线，就是冲绳三线吼，迄阵就是家己找教材啊，家己买琴吼，安尼家己学，吼我就去前辈请教。伊是安怎学啊？安尼吼，伊就互我一台琴吼，互我去练啊吼，嘛有一寡吼心得吼，就讲在安怎哪唱歌吼，讲像Okinawa因的吼，嘛无一定讲一定爱安怎用吉他还是用钢琴即寡声。也是很乐器吼来创吼，所以我买使去看卖安尼吼，了后哪看吼，我就会去嘛去南管嘛去学念歌吼，这等下讲吼，我就是哪旅行啊，哪去看即个生活中的代志来创作安尼，吼我就是2021。
就是发行我的专辑，就是拄则大家听到我住在一个岛上这个专辑吼。那你我做这个广发车嘛，陆续南面儿歌吼，是有因为我人科字好华帝的关系吼，我就去这个电影主题曲的创作，嘛写这个花脆片，吼嘛有写这线上游戏的打鬼吼，也青蛙也这构词一定，好这啊真细真小以后，就真对，嘿，就是真小，就是用这个 Okinawa 三性吼，去过去行去朋友去创作去唱歌安尼吼，好，这是我咧女巫店吼，女巫店对我就叫我就是拄出来吼，因就互我去表演吼，有即个机会吼，遮就是我朋友啊，因个因个店吼去表演这样子，安尼吼，好是真好啊，因为我迄有这个神性吼，我就有机会去 Okinawa 去表演吼，这就是我去 Okinawa 吼，因为这个其他的歌手吼到阵表演吼，啊嘛有去旅行吼，去一寡无共款的所在吼，去市场啊去唱歌吼，啊迄就开始咧想一件代志吼，就是亲像像迄阵我有学足侪 Okinawa 的歌吼，就会想讲这是用 Okinawa 的文化吼，啊我是台湾人啊，若是讲我实在因的文化，我台湾自身的文化，我敢有去做实在吼，啊而且三性来创作吼，就会想讲其实台湾有家己的乐器吼，就是乐琴吼，也是其他的乐器吼，我其实嘛会使去学吼，而且我用我创作台语歌吼，就会想讲安尼文化吼想讲需要我继续用 Okinawa 的三性来创作吼，吼迄阵我的制作人吼看伫吼，伊就甲我讲，我其实实在会使去学乐器安尼吼。好，但是我为这 Okinawa 的民谣，我嘛有得到足侪灵感吼，就是因安怎去用因的家己的文化来做创作，吼，后一张吼，吼，就是亲像第一首我的一个作品叫做《金甲花》吼，伊是为 Okinawa 一个民谣吼来创作的吼，就是因是咧讲爸母假时啊，吼，就亲像。金甲花会使吼去影响因个囝儿安尼吼，我就为这个意象吼来做出一个金甲花的词安尼。吼，第二个就是丢丢动吼，就是我思，既然 Okinawa 的人用因个文化来做，那我家己是毋是会使试看卖用我家己知影的民谣来创作？吼，我就用这个丢丢吼，就是迄阵我嘛最爱。旅行啊，就爱坐火车吼，创作吼，后一张吼，这是金甲花吼，等下吼，等下我嘛会试看卖用这个舞来，这个歌来跳舞吼，但是像互大家看卖吼，这是我下一首吼，就是金甲花就是我用 Okinawa 的迄个唱吼，伊的那个调吼来创作吼，这首歌呢吼，后一张。吼，这个是丢丢动吼，这是我为咱的民谣丢丢动来写的这个歌吼，就是头前咧写讲我实在心内就闷闷的，心内就烦的吼，想要去别个所在吼，找看卖敢有我的故乡是咧别个所在吼，安尼但是哪旅行啊，哪看吼，哪行。我才知影讲哦，原来我故乡实在是伫咧咱的心内安尼吼，我来唱这首丢丢动，互大家听。好。
风景青色的山边，悠悠的大海包华款款的要离开，台巴声离开我的祖母，离开我。崩空来，崩空伊水迄度丢，丢东啊伊度暗暝啊伊东，丢啊伊度滴落来。火车行到伊度暗暝啊伊度丢，哎哟崩空来，崩空伊水迄度丢，丢东啊伊度暗暝啊伊东，丢啊伊度滴落来。好，感谢大家。好，这就是我咱家己的这个丢丢档来做创作的一个歌，吼，后一张。好啊，后来我就是受我的迄个制作人夸弟互的鼓励吼，我过就是来学这个乐器吼。一开始其实毋是讲足顺利的吼，就是因为我去那话的这个三星的这个弹奏的方式，甲乐器嘛，迄个逻辑无啥共款吼。但是鼓吼，可能因为咱家己台湾人吼，迄鼓嘛是会抓到其中的迄个诀窍吼，我就会开始知影讲要安怎来弹这个乐器吼，我就去乐器表演吼，嘛有组团吼，用这甲一个别的团员吼一起去表演，安尼嘛有去日本吼，去日本弹这个乐器吼，表演吼大家看安尼吼。迄阵就是想讲，我家己会使弹我家己的歌啊，嘛会使弹这个民谣吼。但是嘛想讲，想要更实在吼，这个乐琴的这个艺术是安怎吼？我就想有一届去听咧念歌吼，就是尤秀卿老师的念歌吼，就是想着讲，这个乐器吼嘛会使安尼表达，吼嘛会使安尼讲故事啊安尼。吼，我就想要去了解吼，所以我2019年嘛是去考这个艺生吼，就是艺生吼，伊就是一个文子桥的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吼，我就去考吼。但是考之前我就去甲老师熟识吼，伊就是因为老师看无嘛吼，伊嘛无用这个讲义啊是课本安尼吼，伊就用口传心授的吼。但是我嘛会介意这个方式吼，就是你会使足专注吼，就是一工你就是吼对老师安尼听吼，对老师弹吼，老师嘛足有耐心的吼，就是我袂晓弹还是乱去哦，伊就搁弹一届互我听咧吼，吼我嘛感觉老师应该足介意我，因为我就是点吼，就是点不太会讲别的话吼，就是安尼。吼，跟着学安尼吼，但是学到尾啊，就是会晓我念歌吼，但是老师旧年就是离开咱安尼吼，但是老师留咧足侪物件，我拢有去学起来吼，嘛想讲未来嘛会使做写歌家己的念歌吼，念互大家听安尼，后一张，吼，我就开始思考讲，咱台湾的这个乐器吼，会使安怎去表演吼，嘛会使安怎去写歌吼。我就想着讲，以前我就是最爱听迄个满洲民谣吼，还是乡村民谣的这个专辑吼，听落吼，我就有淡薄仔感觉吼，就想讲用这个风格吼来做歌吼。虽然讲毋是讲
真正用因的这个方式来做吼，但是嘛是用我家己思考去消化理解的这个方式吼。啊，头一个就是囡仔吼，咧这个所学即代吼咧做工安尼吼，我着这个故事我是记足久吼，但是到足侪年了后，我才写成即首歌安尼吼。啊，后一首就是4月半吼，我就是有写一个词出，一个歌词出来吼，啊，我就写甲可能足工整的吼，我就是想讲去表达我的这个台语的文学性安尼吼。就写出来了后，吼，才来做成这个歌安尼吼，这就是我两个创作的尝试安尼吼，后一张。好，啊，这首就是开往花莲的火车吼，哈，我来唱互大家听。感谢大家，感谢，就是培养啊，吼，后一张，吼，这个就是我拄则讲的4月半这首歌吼，我就是想讲咧去表达台语的这个歌词的优美安尼吼，嘛是唱互大家听，好。路东话照西窗，温泉水暖地心一香，过母红通人爱，情义爱做酒杯袂抵空，早知风台来，4月半你也是去海边唱歌。
大家。哦，我要讲完啦。哦，这首也一张即马就是真感谢讲因咱来邀请我甲即现代舞来合作安尼安尼后一张我就是嘛有即一寡期望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大家可能惯势来跳舞的音乐，可能是毋想讲电子啊，是一寡古典啊，是讲较有即个就是无共款的一个乐器的即个搭配安尼就是就欢喜讲即届有即个甲乐琴用我的创作来搭配的即个即个尝试安尼我就是嘛有希望讲即个因的即个舞蹈拢是用歌来带出舞嘛是用即个舞来入歌就是有一寡即个合作有一寡合作嘛，有一寡延伸的发想安尼而且讲用因的即个思考来安怎跳舞的即个过程我就有发现讲因逐个人可能为即首歌来开出无共款的即个故事线我想可能我想写歌是即个故事，但是因跳舞的时阵嘛转化成因的家己的故事安尼那而且你在合作过程的当中我就是嘛再重新来回顾讲我写即首歌的时阵是安怎的心情嘛安怎讲再次去用无共款的心情来表达安尼就是感谢大家一张就是感谢大家，我即届的分享就到这就来欢迎因咱的分享，感谢。好，大家好。恁今仔日真正赚着啊！因为我无叫阿婶，就是唱歌，真精彩。好，安尼我小可来小解一下迄个阿辉会使甲我试。我是永安陈永安就是我有一个家己的即个算是为迄个网络 fan page 开始叫做劲舞集沙桑 dance。即嘛就是我甲几位朋友拢伫足拍拼伫找找即个有台湾味的动态舞是啥物款的风景。后一张。我先小解一下我为虾米遐尔爱跳舞其实我本来是学美术的，我甲迄个舞蹈科系是完全无啥物地带的，对。毋过我伫2010的时阵，就是真幸运加入去即个台北 Dance Circle，即个舞团因是伫即个 Baby Oil 馆，就是愈来愈去，所以嘛是一种真特别的即个现代舞的表达方式。我伫即个台北 Dance Circle 5年的时间，2015年的时阵，我就决定讲我想要家己的创作。所以我就出来就是用经营即个 FB fan page 的方式，来做舞蹈的表演加分享。好，一张。好小可小解一下我的作品就是2015年到16年的时阵，我甲朋友主要拢是伫用一块纸像讲迄个小朋友伫做迄个美术的时阵，用着即个拼布纸也是像讲布纸安尼来做，甲身体做一块结合，伫舞台顶做甲纸做互动。2017年的时阵，就是我着加入即个染布因为有熟悉即个朋友，伊足教染布所以你看即个倒边下边即个。就是有染布同款的布嘛，甲伊当做即个舞台的迄个家私伫一个作品内底嘛有甲迄个唱歌的老师做合作好，一张。
安尼是虾米阵才开始讲，就是想要做甲台湾有关系的物件因为2015年到19年的时阵，其实阮在做的代志拢是足抽象的，就是较抽象、较迄落较甲大自然有关系的物件为虾米我会想要就是为足抽象的素材转移到即个甲台湾有关系的素材？后一张其实是真正算起来是为2019年开始2019年因为香港发生迄个反送中的运动，迄时阵我甲我的 partner 就是有去看迄个公馆，伊有做联络网，就是知影一寡迄个香港的代志，伊嘛知影讲即个中国，中国伊对香港、对新疆、对迄个 Tibet 就是对伊四周围的迄个本来是朋友结果拢一直在欺负伊的朋友安尼，所以我就感觉足无公平的，所以我就感觉讲，若是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我会使做啥物，来展现我是一个台湾人，所以真正是为2019年才开始，想要伫即个艺术方面来做一寡代志。当这时我嘛开始练台语啦。其实我本来毋是咧讲台语的，我本来拢讲华语，就是因为我想要将家己的母语找转来，所以我就尽量甲我身躯边的即个男朋友厝内人朋友就是尽量，若是因会晓讲，我就尽量甲因讲台语安尼。好，一张。小可小解一个，就是阮做啥物题材是甲台湾有关系就讲2020年就是阮有加入一款台语的歌曲，台湾台语的歌曲，嘛是有加即个白色恐怖的一款素材融入去阮的创作内底，伫即个创作的过程我甲 partner 陈路阮有去一个，伊是迄个白色恐怖时代，互政治犯互人庆挂的一个现场，伊叫做马场町，所以阮就是去到迄个现场，去做一个纪念的舞蹈，好，一张。除了去马场町，迄年阮嘛有去即个景美，也是景美，拢有人讲人权园区。你会使看到有一个空间伊就是伫纪念迄个政治受难者。你会使看到迄个壁拢是一个名字，迄拢是受到政治迫害的即个前辈的名。我嘛是伫遐做一段的舞蹈。除了舞蹈其实我这几年有想要甲我的即个本来的专长画图搁找转来，所以我除了是即个舞蹈的创作，我嘛是有画图，就是用足简单的，毋是画甲足幼的迄种因为我嘛无遐尼济时间，毋过就是像讲 sketch 安尼，去甲我心内底的风景记录落来。这是嘛是孙亚的一个节目单，是我合作足久的即个 partner 陈路伊所做的。你会使看到倒边这伊是用即个加迄个意象来做节目单，有转一个音乐音乐，就是其实背后有一个意义啦，就是因为迄个戒严时代，毋是有迄个蒋介石伊转一个音乐。就会使决定讲，即个人要死还是要活，所以有淡薄想要甲蒋介石骗秀的意思，毋过毋是每一个人拢看会出来，好，过来2021年阮无做表演因为迄年迄个疫情足严重的，所以
就是在准备2022年新的作品。大家会使看到中恩这幅图伊这是一个日本时代台湾画家，伊叫陈实基，伊画图。伊是足拍拼的一个人因为受过拍拼，所以咧，伊足少年就过身伊是真正是迄个时阵足优秀伊有一群人拢走去日本去学美术，去吸收迄个西方的美术。伊有足侪图会使先看后一张像讲伊画的图有掺足侪足原始的迄个色水，就讲红色。其中有一个讲法是讲，伊是有受到迄个西方野兽派的影响，有一部分，所以伊用足侪红色。毋过另外一个讲法，应该是讲伊本来就是足热情的，就是心内有一把火，有一把火想要烧起来迄种感觉。我家己的解说啦，因为我感觉伊用足侪红色，嘿。我念一个伊甲朋友成立赤岛社，一个艺术团体用即个画图来对抗迄个时阵殖民政府、日本政府。伊讲，咱是爱艺术，心肝内想要为着乡土台湾牺牲性命，随时用戆打来拍拼研究。这就是赤岛社的使命，嘛是咱的生活。所以。即个咱台湾人的前辈用性命在拍拼，咱即嘛敢有？我常常会安尼问好，后一张，搁来伫即个武演武内底，搁有另外一个前辈，伊是迄个1970年代国民政府关伫台东的即个太原家业内底有2冬的时间。所以伊出家了伊就做足侪创作，有油画，有雕刻，伊用伊的艺术的作品来表达伊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所以伊其实是真正足勇敢啦。因为伫伊迄个时代，其实有足侪物件拢无法度直接讲出来，袂使喊台湾独立，嘛袂使干掉政府，毋过伊就是用伊的创作来表达伊的不满。这是武演武演出的现场倒边是我家因跳舞的状况画出来。2022年，阮除了做家己的作品，嘛有出去一步去到地方，去其他的团体有一寡制作，像讲迄是3天的活动就是伫迄个艋舺。迄个地区拢有无共款小型的表演阮去年选到的是即个花岗老鸭厝天桥，伊是一个圆箍仔的天桥，是1970年代迄个高局邱市长的时阵建立的天桥。伫即个关文德市长的时阵伊本来要天桥拆掉啦。所以迄时阵2016年就有足侪迄个地区的民众也是团体，就起来反对即个代志，就讲天桥是遐尼水，你为虾米要甲阮拆掉？活动，所以才有咱会使伫遐行路欣赏风景会使跳舞，会使做表演。好，后一张。好，安尼咱歹势，迄个咱我拢分袂清楚。好，即下我小可小解一个，即个2023年就是今年真幸运邀请阿神，搁有昨仔迄个我朋友，2位朋友拢是即个艺术家啦，就是做即个当代舞的艺术家，即嘛就是咱当地做合作。好，好，所以你看我住在一个岛上，阿顺的画琴mix dance，OK， 一张。
我先拢甲大家分享。阮的作品底吼有丢当有华人的会，恁听到一个歌曲叫优美的吼，安尼就是7月若是有时间，欢迎来看。舞蹈安怎甲月琴民谣做 mix， 是新的，所以专辑内底吼嘛欢迎讲会使来迄个7月的时阵来会使来看阮跳舞吼，因为即首歌吼其实《上海沙行》即首歌是我足介意的，伊有用到即个原住民的曲调、泰雅族的曲调。所以毋若是台语，嘛有掺入一款原住民的元素伫内底。好，阁有一个新庄吼，新庄是我的朋友英豪伊编的舞蹈，嘛是会伫即个作品内底做呈现。好，所以就是即马会使就是若是有兴趣吼，阮即马有伫做即个赞助票的方案啦。是原价是800块，毋过即马赞助就是650块。阮会甲你若是有赞助，阮就是会甲迄个名放伫咧赞助的单仔内底。嘛欢迎继续 follow 阮的即个粉page吼，劲舞集沙桑 dance。好，即马咱的即个讲座先到遮吼，等下会带大家。一个跳舞叮当一个啦，吼，因为既然咱是即个舞蹈甲乐器要活动，所以迄个敢若坐咧是无够的，好无？好，大家小可休困，啉水一下，吼。